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今天有这么美好的时间，在天父面前一同分享交通。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奇妙的，天父的恩惠喜爱，常常随着你儿女信靠的人，也让何牧师和师母多年在天父面前有个清洁的心、孩子的心，在天父面前来到学习，来到侍奉，求圣灵的大能临到何牧师身上，医治他身心灵一切的软弱。我们知道天父的恩典是奇妙，复活主大能在每一个归向耶稣基督的人身上都能够经历到救恩的奇妙。我们也在主里面不但领受了从主来的平安，也领受了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在我们病痛软弱当中，我们知道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我们知道只有一位义者，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有人在救耶稣里头被称为义，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蒙受、领受不同的恩赐。我们知道天父给我们应许，在圣经里头，在救耶稣里头，都是实在的。在圣灵的大能当中，我们按照圣经的启示教导来到为何牧師的身體，他的需要嚟到牧養禱告，求天父的醫治、聖靈的膏油臨到何牧師身上，叫他身心靈在天父面前，不但能夠被分別為聖，更能夠有健康的身體、活潑的靈性嚟到在天父面前繼續跟何師母一同走這個侍奉的道路，讓他的手腳能夠恢復這個能力。在指如何力量也能夠如何醫治他身體一切的軟弱病痛，叫他在神的幫助當中能夠有安靜的靈、平安的靈，也能夠有從聖靈來的能力、智慧來到繼續效法耶穌基督，學習神的道，活出圓滿就恩生嘅生命。從醫治的靈在何牧師身上，復活主的靈在他身上，使他被這個膏油抹過以後，能夠經歷到神的膏油是何等的能力，基督復活的大能是何等的奇妙，不但讓我們能夠心靈更新，有復活永生盼望和應許，更能夠在人生道路每一步所走的所行的，看到天父的帶領、天父的醫治，讓何牧師能夠真的不因返老還童，這個腳能夠有能力行在這個人生道路上面，更能夠行在天父的真理、耶穌基督的真道上面。求天父垂聽我們在你面前同心的禱告，醫治何牧師身心靈一切的軟弱病痛，叫他能夠在主裏面再次更新，再次能夠在教會、在眾弟兄姊妹，在這世界為主做更美好的見證，能將這些榮耀尊貴歸給天父。聽我們有聲無聲的禱告，感謝、仰望、交託，奉我們救主耶穌的聖名。